茶友們、魚友們你們好。今期林生講嘅又係乜嘢？嗱，而家所有嘅嘢咧，將以前嘅時間咧講法，差唔多咧，全部都推翻。以前話咧甲呢個甲肝以後會留低疤痕啊，點乜嘢啊？係唔會，包括乙肝康復之後咧，係可以完全康復，亦唔會留有疤痕。咁主要嘅原因又喺邊度咧？原來人體裏邊咧係有一種咧自我康復能力嘅，佢識得自我修補嘅。咁好啦，咁全部與乜嘢咧？與營養有關。咁大部分嘅疾病又由乜嘢咧？由自由基氧化有關係噶。嗱，而家好多裏邊咧，都文獻都走咗出嚟啦。咁以前咧我講全都冇提過。而家咧研究出食物影響之下咧，呢種叫咩咧？叫代謝性嘅疾病。代謝性嘅疾病咧係冇藥可以醫嘅，但係有藥可以控制住。咁好啦，醫治嘅時間係靠乜嘢？靠調理有啲你話中藥西藥嗱都係藥佢係醫治唔到呢啲疾病。呢個西藥或者乜嘢醫治嘅係一般係乜嘢疾病咧？就係裏邊嘅時間咧係呢個傳染性嘅疾病呢個過濾性病毒急性例如急性嗰啲炎症嗰啲佢冇藥物你係醫佢唔到啊。但係呢啲慢性嘅疾病咧你藥物嘅時間佢根本裏邊咧係一種代謝性嘅病咁代謝性嘅病好似好籠統咁樣，其實代謝性嘅疾病裏邊咧皆因慢性發炎引起。咁點解慢性發炎？咪自由基氧化咯呢啲病喺邊度咧？喺食物裏邊，即係得出嚟，唔係食物，係你自己係過量食嚟得出嚟例如裏邊嘅時間咧呢個高溫嘅煮食油炸啦諸如此類嘅食品高鹽啦高糖啦全部而家嘅疾病咧都係由呢度走出嚟噶。造成嘅人咧或者肥胖或者諸如此類，總之身體裏邊嘅時間咧產生嘅毛病。好啦，咁我先講講西醫裏邊嘅時間醫治西醫醫治嘅時間唔理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點解咁講法譬如你嗰個肺炎嘅，佢咪裏邊嘅時間醫個肺咯。但係中醫唔同，中醫嘅時間認為五臟六腑係有相連嘅關係就好似點樣咧？係環環相扣假嚟間好簡單例如嘅時間咁呢啲又係點樣咧嗱，我好簡單講講講嘅咧裏邊嘅時間係人體裏邊嘅腸道嘅吸收例如嘅時間嗰啲營養裏邊咧，佢變咗裏邊嘅時間一路慢落嚟變成氨基酸，可以吸落去人體變成營養供人體各部分去用。咁呢啲液呢裏邊經過胃食道啦小腸啦胸腸回腸大腸好簡單一句裏邊嘅時間咧佢每一個地方都係吸收緊呢啲食物嘅營養所以後尾啲人喺度講句營養治病係啱噶好啦，經過腸道嘅時間腸道嘅時間點樣吸收咧？佢有好多裏邊嘅時間嗰啲毛細管噶裏邊嘅時間咧係有啲空洞，好似紫砂壺咁樣就紫砂壺點樣俾空氣過係俾唔到水過嘅佢同等一樣嘢咧，就吸落去裏邊入咗人體，你俾營養人體各個裏邊嘅器官所用當一旦嘅時間你食啲嘢裏邊嘅時間咧，或者有啲毒質諸如此類，呢個毒質係乜嘢咧例如熱氣上火諸如此類好可能咧久而久之咧造成咗咧吸入個毛管嘅時間咧個孔較為大啦一大嘅時間麻煩咯呢啲叫咩？叫腸瘤，即係換句話嚟嘅，腸道裏邊個孔變大，產生呢種叫腸瘤好多毛病咧都係由咁嚟到走出嚟究竟裏邊嘅時間又點樣去抗氧化咧裏邊嘅時間咧草同茶配合嘅時間，佢點樣會將人體裏邊幫助到人體有康復咧但係一句說話講嗱，一定要技巧你無論點樣裏邊嘅時間，一旦嘅時間你過量食或者係偏食或者乜嘢咧，係任何嘢都幫你唔到嗱，你記住由飲食開始，茶同草係只不過一樣嘢，係幫助你咁解啫。好，今期林生就講到呢度魚友們茶友們，好，再見，拜拜。